好多人話咧 BB 4個月之後媽咪就嚴重甩頭髮，有啲 IVF 嘅媽咪咧就擔心用個激素咧就甩得更加多。程序員都冇你哋諗得咁多啦，今日咪咪老師就幫你哋解開呢個迷思啦。咪咪老師嘅澳洲母嬰有問必答。生完 BB 甩頭髮咧，其實係正常嘅喎，因為我哋身體有2種荷爾蒙，生完 BB 之後咧係會突然下降，再加埋佢又食得唔好啦，又捱更抵夜湊 BB 冇瞓覺啦，咁所以加埋咧，你就會甩好多頭髮啦。IVF 嘅媽媽咧，其實咧就唔需要擔心嘅，因為咧我哋之前咧去做胚胎嘅時候先至有好多激素，但係咧你喺懷孕嘅期間咧，荷爾蒙咧同其他媽媽係一樣嘅，咁所以唔會話做咗 IVF 嘅媽咪咧就會甩多啲頭髮㗎。如果你需要幫忙嘅話咧，小鯨魚咧係有專業嘅產後護理團隊，可以上門 part time 幫你哋看住 BB 一陣間，咁你咪可以補覺啦。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